这个随机杀人事件的嫌犯张文，落尾手是跳楼死亡。警方讲已经2年无甲厝内联络啊。原来伊用过捌是空军的志愿役，不过因为食酒塞车去互死掉，后来因为到调无去，搁去互通缉。有学者讲，这个事件可能互伊感觉真励志，而且无情感的支持，最后用这么极端的手段造成悲剧。张文的爸母坐警察车到台北市第2殡仪馆，2人伫脖仔甲喙暗手牵手入去小严家解剖中心，对着媒体问题，什么话拢无讲。有讲儿子的近况吗？检察官早起进行小验，对着后生涉嫌杀人并且死亡，2人离开时赶紧行上车，医院拢无讲话。有想对死者表达什么吗？27岁张文旧厝伫个桃园杨梅，根据调查，厝内底有爸母阿兄。警政署指出，伊伫旧厝的物件真少，也真久无甲厝内底人联络。了解这个嫌犯跟家里已经2年多没有联络，嫌犯自幼就对枪支武器就感到兴趣。伫个台北车站附近的巷仔，张文对伊家去伫遮租厝。附近的小食店有店员讲对伊完全无印象，也有人讲伊捌来过哪摆，点过15粒的韭菜水饺，也过话无多，互人印象是真冷。因为伊对网络所买的部分犯罪工具，这个事前的计划甲后来行动是拢有符合。像台北车站或者是诚品南西店，还有纵火的地点，都跟他的计划是吻合的。详细计划也包含要伫中山站攻击张文选伫站边的千惠旅馆提早去住。警方讲无查到伊有任何的信息，无讲到讲要展开攻击。不过对厝内底人遐知影讲，伊因为啉烧酒塞车，互态度空军志愿役了后，敢若就开始甲自我孤立起来了。喝酒以后被辞退以后，后来就跟家人没有联络，所以以前都蛮正常。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的其他的言行的这种思想的主张。学者认为空军志愿役互态度也佫无换这个户籍的地址，造成无受到教育调责任，互通缉。一连串事件，就有可能互伊感觉有真大的打击感觉，伊佫伫欠缺心理的支持下，选择采取这款极端的手段。心理的挫折感，还有一些自卑感，我觉得还有很多是长期社会经验受挫的这个过程，长期的累积的心理压力。就犯罪学的学理来看的话，就是说，第一个是他的内在的压力，他没办法排解，最后透过这样的一个孤狼式的反社会人格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展演式的一种犯罪事件。监视起诉协调张文大部分是孤身一个人，伊却是选伫人真多的闹热的所在，家己一个人犯下杀人行动，伫大家目睭紧紧之下夺走别人的性命，也赔上家己的性命，为社会留下集体阴影，甲民众对着无辜死伤者的哀悼之情。记者综合报道。